我知道嚟到呢度一定係100分嘅，但而家係200分。我叫 Bess， 我姓楊嘅，咁我係從事保險行業咧，我係1989年入行嘅，都係2年前喎。因為一個同事，咁咧就大家認識咗都有20幾30年，突然間有一日我見到佢，咦？點解你靚咗咁多嘅？真係見到佢個面咧係閃閃亮嘅。咁佢話：我去完拍馬啊嘛，咁啊阿育吠陀咁話，我話得啦，你唔使介紹啦。你下次去帶我去啦。我其實咧就話好似冇嘢啦，有2個問題嘅。醫生摸到我咧，我自己冇懷疑，原來我後邊有嚿骨咧係已經開始有啲問題嘅。咁我以為自己攰啫嘛，好正常，一條腰攰，又唔當一個問題。同埋落樓梯嘅時候膝頭哥痛，我覺得都係咁噶啦，呢啲嘢好多人都係咁，我好過好多人啦咁。咁啊做完5日之後咧，翻到屋企過咗2日冇晒事，完全唔痛。個膝頭哥落樓梯都唔痛，我就形容俾啲朋友聽咧，就話好似換咗部新車咁。哇！如果人哋揸車嗰啲好明嘅，換咗部新車係點？好順噶，好爽嘅。發覺原來我喺呢度得到嘅嘢咁多喎，成個人除咗心情輕鬆之外，成個身體都輕咗。有一樣咧就真係嘅，我好期待嘅嘢就係想個個人都想瘦啲啦。咁我腰呢度咧真係凹咗去。即係我知道嚟到呢度一定係100分嘅，但而家係200分。原來呢度咧有美容部啊！今次遇到有位大師啦，真係同我做咗條眉咧，我覺得好自然，係我心目中想要嘅。我覺得都係真係自己咧，係自己要去體驗，唔係聽，唔係諗啊，係真係體驗去嘗試。如果你話係咪要好耐㗎咁，你咪去1-2日咯，咁就我覺得真係要自己去體驗，你中唔中意，適唔適合你，係你自己。呢啲地方係人都中意啦，空氣又好，環境又好，每一個即係你遇到每一個人咧，食嘢啦，同埋做理療啦，呢度嘅員工醫生每一個人都好好嘅，好真心，好真誠嘅，都係多謝佢哋，令到我哋嚟到真係可以放鬆咁親切。